歡迎嚟到荃灣地區康健中心，我係呢一度嘅護理統籌主任。今日就等我為大家聲音導航，帶大家體驗呢個健康人生之旅啦。可能大家成日都會聽到我哋講，為你策劃一個健康人生計劃，究竟過程係點嘅呢？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哋中心，了解下啦。會員可以嚟到我哋嘅自助健康評估站，量度咗嘅血壓同其他健康指數會自動記錄喺你嘅醫健通同埋會員戶口入邊，將來想幾時睇返都得，你嘅醫生都可以睇到㗎。個健康記錄已經 ready 啦，加埋呢份屬於佢嘅健康人生計劃，我哋一齊跟住呢位會員入去見護士啊！每位新會員，護士會為佢提供免費嘅健康風險評估，我哋亦會根據市民唔同階段嘅健康需要，協助市民制定個人化並可行嘅健康管理計劃，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護士亦會成為市民嘅個案經理，簡單啲嚟講，即係你嘅健康顧問，一直跟進你嘅健康需要。我哋嘅專職護士診所仲會提供多元化嘅健康諮詢同篩查服務，包括有3高篩查、婦女健康服務、痛症管理等等。我哋仲會為每位會員配對一個家庭醫生，可以話照顧晒全家人唔同嘅需要。歡迎嚟到中心健身室，中心物理治療師同職業治療師會幫會員做痛症管理同復康治療。喺呢度，會員亦都可以參加器械課程，喺體適能教練嘅指導下使用器材。睇下大家幾認真做運動，大家做完運動真係成個人都精神晒喎。咦，咁香嘅？原來係有營廚房傳出嚟嘅喎。中心營養師除咗舉辦唔同嘅講座之外，仲會教大家點樣煮得有營。你睇下啲會員幾投入，喺呢度個個都係有營主角。除咗頭先介紹過嘅護士、營養師、治療師同體適能教練之外，我哋仲有社工同埋藥劑師。社工會舉辦一啲減壓工作坊俾會員，一家大細都啱玩㗎。哇，又真係整得幾靚喎！我哋仲有好多豐富嘅活動，唔好諗啦，快啲過嚟做會員，親身經歷呢個健康人生之旅啦！病少啲，健康啲，開心啲，全人健康由此起。我哋嘅地址係荃灣楊屋道荃灣88-9樓，逢星期1至4上晝10點至夜晚8點，星期5同6上晝10點至夜晚9點，星期日下晝2點至6點。公眾假期休息。如有任何查詢，可以打24398088揾我哋㗎。